你好，梁老闆。你好。我想請教你，而家咧澳門政府咧推緊呢個環澳深度合作咧，要係澳門嘅創業者咧過嚟橫琴呢邊發展咧，但我又聽到好多陷阱啊、負面聲音。咁你有咩睇法咧？我見你都開得好成功啊！呢度因為我呢度咧係屬於澳門新街坊啦，係。咁我哋係一個叫做澳門都更公司嘅，係。咁咧我哋嘅所有個制度啊、合約啊，我哋跟足嗰個都更公司嗰個流程去做嘅。係。所以我暫時嚟講就未見到你哋所講個咩陷阱啊，係。各方面咧難嘅問題啦。係。咁我哋按翻呢個深澳合作區嗰個法律啦、稅收啦、稅務啦、橫琴政策啦，加埋澳門個政策啦嚟去做嘅。咁我哋暫時講就係比較係好。係。咁同埋咧，開咗有幾耐呢度？我哋係從舊年11月11號開張嘅，到而家噶啦，都暫時未遇到話。都半年啦，都未遇到好大個問題。問題一樣咧就係要希望就話爭取多啲開放啦，等吸引多人嚟呢度買樓啦、住啦。而家單牌車都逐步開放啦，嚟緊。希望啦，今年嘅施政報告都有提過嘅，話希望開放埋嗰個橫琴單牌車可以喺廣東辦理活動嘅，希望就快啲上馬啦。咁樣。咁等多啲人嚟呢度食啊、住啊、買樓啊、玩得到啊，方便大家。咁你點睇政府俾個優惠政策啊？啲津貼咧可唔可以係實際落到地咧？暫時咧，我哋就未有任何申請過啲資助嘅。咁但係咧，就睇佢嗰個政府嗰啲宣傳廣告啊、珠海宣傳廣告係有，但係我哋暫時未申請得到。因為佢要一個流程，又要你好似納幾耐嗰個社保啊、等等啊，開張幾耐啊，先合資格嘅申請。1年啦，佢話要。希望將個流程簡化啲，快啲啦。快啲，好啊。因為我哋始終呢度嘅人流。咁你睇長遠都係有信心嘅呢度發展。有發生。有，因為我始終覺得呢度係一個機會係多過澳門。係啊，因為呢個又係中央政府重點嘅發展啊嘛。同埋咧，亦都澳門同深圳唔係澳門同埋橫琴共同發展啊。同埋深圳嗰個配合我哋咁樣。有深中通道啦。深中通道啊，咁樣有廣州大橋啦。成個香港同埋深圳、橫琴、珠海、澳門一個叫做一個圈子嚟生活啦。咁我覺得係人流一定會多嘅。好多謝你啊，老闆，生意興隆啊！今日又學到嘢添。多謝。好。